最近，国家影视厅中心举办台语片浪漫史的影展，放送经典的台语爱情片。另外，佮推出活动，和爸母约会看电影，囡仔会使寄伫边仔教室，读绘本来学台湾电影史。诚心甲跋一杯，即阵伫新北市的国家影视厅中心，当咧举办台语片浪漫史影展。开展的头一天，拄啊好当着年节，只要买票就会使参加跋杯比赛，并奖品。我们住这附近，然后我们知道这里有电影展，那刚好我们今天就是娘家聚会，就是想来这边看看。前面3个的话是秋杯嘛，然后第4个到第6个才是醒杯，所以我就得到一张电影票。哦，哎，有啊，那个大家梅花鹿，水看马呀嘞。这里。大侠梅花鹿在哪里？这家。噔噔上，耶！你们好厉害哦。老师参2个囡仔坐伫咧涂骹，手头人的是台语片《大侠梅花鹿》的翁仔，用翁仔讲电影史。影视厅中心阁推出爸母看电影、囡仔读绘本的计划，爸母安心约会，欣赏台语爱情片的同一个时间，囡仔会使伫边仔的教室读绘本。影视厅中心到今已经出2本绘本，第3本按算伫后个月出版，希望用绘本推广电影教育。就我们希望小朋友可以知道什么是拍电影，然后拍电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，然后他是把脑袋里的梦想完成出来的一个很有趣的魔法。台语片浪漫史影展为1月17开始到2月16，伫国家影视厅中心放送，大人囡仔拢会使做伙来，认捌台湾电影的历史。记者林思豪、张玉水新北报道。